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苗栗一个乡亲，20年前把一张鸡油锁倒去厝内底种。去年这个树根生出白白一点一点的菌丝，尾啊大长了后，变成双重的灵芝。啊，这个中连接的所在，佫进行一只台湾乌蠅，这个造型是非常的特殊。 天然的，徐先生替这类天然灵芝表面真金骨，而且形真特别。灵芝是上赞的，看起来真有淡薄像台湾乌蠅。像熊啊，好漂亮啊！活了80岁还没有看过。这类灵芝，敢若是一只台湾乌蠅，底膜啊芳灵芝，有两蕊目睭，佮有两只脚，造型真特别。它长在这边了。哦。那现在开始它又开始长，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。哦。它一直长，一直大。 这徐先生讲，20多年前，伊将一张树啊锁转去种伫因家的花园内，想要到去年开始，就白色菌丝发出来，愈发愈大，变成一粒长宽各20公分的灵芝。应该正常，我们在看，应该它旁边有一些是就是已经有枯枝或者是枯个根部这样子，然后它因为它有浸湿体嘛，也要跟它的一个湿度啦，还有一个的气候有点关系，它浸湿体就会长得比较好。专家讲环境会较湿，加上有菌丝，就会生灵芝。要不过灵芝袂使乌白食，一定要交专业的单位来检验，以免中毒。